再来看交通部针对疫情后的观光，定出讲今年600万的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哦。有台湾的企业就办员工旅游，招待越南厂的上千的员工来台湾佚佗，因直接飞到台中哦，佮对高雄飞转去越南，欣赏中南部的风景，嘛来体验台湾的食食佮文化。在疫情后，国际旅客回流，像这间有名的豆奶店外口，一早起观光客就排甲路长。看排队人内面，除了西方游客以外，主要是韩国加香港的较多。面对着政府话讲，今年要达到600万观光客来台湾的目标，就越南的大商响应政府，要伫下半年办员工旅游，1000位员工会分做2梯次来台湾旅游。应该是说从中部进去，南部出来，所以变成说基本上讲，南部的话，大部分还是以农业农产品还有这个景点的部分哦。观光局就讲，新南向旅客是今年的重点人客。在过去，日本人客是来台湾旅客内面上多，但过疫情了，因为日本政府家己伫咧撒国内旅游补助，所以即马日本人客回流的速度较慢。观光局希望新南向旅客会当补日本人客变少的这个部分。因为日本游客他实际上是比较保守一点哦，特别是在旅行业的操作上也会比较保守，所以这个日本不足的部分，我们就会由新南向把它补上来。新南向18国，那如果说我们以一些新兴的客源地来讲的话，越南呢平均一天大概是150元美金，那印尼平均大概是133美金。然后泰国大概是180元美金。旅游业者认为，新南向国家的旅客因为个别无同，差异较大，将会制定差别化的行销策略。另外，过去新南向旅客来台湾，拢集中伫咧湘北的都会区，对其他地区的观光效益无大，所以建议发展更加完善的交通方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